你都知道什么了？没什么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你那天问我认不认识高薇，原来他是我同班同学啊。我就随便问问啊。璇璇，你是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的。你不太会撒谎，你最近也神神秘秘的。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你想起什么了吗？可能是在我的潜意识里不想让我想起来吧，我会害怕。现在高薇在医院里面躺着，她妈妈一直等待一个结果。她也不是想追究谁的责任，就是想给高薇和她坚持这么多年找一个理由。其实所有人，包括我妈妈，不都觉得是我伤害了高薇吗？所以他们才这么努力去掩盖这个事情，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。对啊，你妈妈就是怕你背负着罪名活着。不过真相只有你和高薇两个人知道。最坏的结果就是，你年少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伤害了你的朋友，那你需要用一辈子来偿还。除了在经济和医疗条件上，你还要替他向他妈妈尽孝。如果没有伤害你朋友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心结，重新开始你的生活。不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程丽，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高薇，程丽来了，她终于来了。10年了，你们这对冤家终于又见面了。高薇，你要是爱妈妈，你就先来看看我吧。他好像动了，他动了。医生说还要观察，但是脑部有运动的迹象，是好事儿。阿姨，
陪我去见个人吧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妈家。这什么呀？
哎，你好，你找谁啊？那个包小静在家吗？啊，小姐她去美国了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个我不清楚。啊，谢谢您啊。嗯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. 你个小不点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啊！害得我是一封一封信往美国寄，一包一包礼物往美国送。感情咱俩住同一区号下。你放开我！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说那些话。在我曾经最绝望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。我现在好不容易活过来了，你差点又让我绝望一次。行了，咱俩现在扯平了，互不相欠了。还喜欢我吗？你说你个小傻子，你说我有什么好的呀？别动我鼻子，刚垫过的。喜欢你，真实、善良、有才华，还很帅。你眼瞎了吧？是不是少女时期的滤镜加的太重了？我哪有你说那么帅啊？我喜欢的人好不好呢？是我说了算。麦克，我可跟你表白2次了，就算我脸皮再厚，也不可能有第3次了。你看，我们要不要试试啊？那你家真有矿啊？我家陕西的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压力太大了。我这是分分钟要嫁入豪门的节奏啊！你还是容我再缓缓。我想好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啊！哎，你回来！别！哎呀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哎，我爸在家呢，你跟他聊聊，你嫁不嫁得进去还说不定呢。别，快走。你能容忍我？我娘炮你也喜欢呀？哎，喜欢的不得了。那我追令寻寻呢？我不介意，你就是我的主旋律，我坚信这一点。我怕你爸呀！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放心吧，寻寻，只是催眠而已，没什么太大的危险。那就好。这是目前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。我们先试试。你先在外边等着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害怕你就出去，认个输就行了。以后我当老大，还能罩着你。谁害怕了？你害怕你出去，别逞强了。胆小鬼，有本事再往里边走。走就走，谁怕呀？什么声音？
喂，陈老师，我是令珣珣，我发现了2个受伤的小孩，你还好吗？令珣珣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谢谢你，珣珣。那你是想起来还是没想起来？谢谢你救了我。你知道吗？你刚才那样都吓死我了。那你想起来什么了？真的就只是个意外，我没有故意要伤害他。那太好了，那我们赶紧去找高薇妈妈吧。先看医生怎么说，等我一下。啊。高薇，我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我很庆幸当时没有伤害你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我现在都快1.9米了，还学会了打拳，你赶快醒过来跟我切磋一下吧。医生说他的意识在恢复，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在发展。阿姨，我会像高薇一样爱着你的。谢谢你的善良包容，才给了我一次重活的机会。谢谢你的妈妈吧，是她的坚强倔强支撑了我。我给你父母也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去欧洲旅行的机票，当地导游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谢谢。妈，我是珣珣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可以跟您聊聊。每一条街，每朵花都在变化，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。下辈子我和你老地方再见吗？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，如果那一天的你没留下，直到你总能抚平我的伤疤，直到我总是喜欢待在你。来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在土耳其吗？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产品代言人金慧。我先去找他。你说谁怀孕了？我？问你啊。我就是胖了而已，谁造谣我怀孕了？你说说你一个女明星，现在都胖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工作还要不要了？那还不是王东出任务吗？而且不能连续他，心情不好不就天天吃，哪知道现在内分泌失调啊！我告诉你，你都快上热搜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，啊！好，给我吧，邮件看一下。亲爱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金慧。
那最近呢，关于我个人的私事是占用了太多的公众资源啊，在这儿跟大家表示道歉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在这儿声明一件事情，我没有怀孕，真的，我最近只是吃胖了而已。然后因为最近呢，长时间的作息不规律，还有工作压力，导致我内分泌就严重紊乱。不过呢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调理了。所以在这儿呢，也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哟。拥有好的身体，才拥有一切。最后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幸福生活，爱你们，比心。麦克，你有那个网络营销大号的资源是吧？必须有啊！干嘛？你要打什么舆论战啊？等着看好戏吧。要不要放金货一码呢？这销量不降反增的。哇，这波热度做的比她怀孕还夸张啊！哪个告诉指点的？哇，我的贤内助啊，这波营销做的真是太好了。老板加薪。老板都是你的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什么？制服诱惑吗？这也太刺激了，我还小，我会害羞的。想什么呢？穿上。啊。这边是包场了吗？怎么都没人啊？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孩子们都放假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对你的青春耿耿于怀吗？觉得一直在英国受苦都没有青春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想帮你把你的青春记忆都补回来。是早恋。我青少年时期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现在是大学吗？我以前和周全常常来这家餐厅吃饭，因为它又便宜又好吃，而且分量特别大。那个时候呢，正好赶上我们两个都是青春期，吃的特别多。然后有一天，我们俩钱没带够，还好认识老板，还让我们赊账呢。老规矩是吧？对，老规矩。男朋友真帅。谢谢。谢谢。现在呢，是我的青春登场。那个时候我跟周全都没有男朋友，就差老板这句真帅。所以谢谢你补齐了我的青春。那就为你的青春干杯！干杯！哇！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是不是得请吃饭啊？请吃饭，请吃饭，请吃饭。好了，你们选吧。那我请你们吃下午茶。
那我们晚饭也一起呗。唉，不是，自从说到结婚，一开始他说不要遵照什么世俗的规矩，不想举办婚礼，但后来又跟我说不行，生活得有仪式感，一定要举行一个浪漫的户外婚礼。不是，你说女人怎么这么善变啊？今天说一套，明天又是一套。你还好吧？周全还愿意给你提要求。你看我们家令寻寻，只要一提到关于婚姻的问题，他就自动屏蔽。唉，我都希望他也求求我，跟我要婚纱、要婚礼的感觉。男人都挺犯贱的，对吧？你犯贱，不是我。每个人的结局我都很满意，就剩咱们俩了。嫁给我吧。你刚才也看到这枚戒指了，答应我吧。如果这个戒指是求爱的话，我会很快就答应的。但如果是求婚的话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。所以先站起来好不好？我很爱你，我也知道你很爱我。但是婚姻真的不是一时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婚姻不是生活的朱砂痣，也不是窗前的明月光，它是你衣服上的一颗饭粒，是墙上的一抹蚊子血。它真的太琐碎、太世俗了，而你又太年轻。我又刚刚从一段不成功的婚姻中逃离出来，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经营一段婚姻。所以，再给彼此一些时间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准备好了，你还要多久？我需要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充实，精神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。
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些，但是我在乎。我不希望我是谁的太太，我希望我就是令寻寻。我想要体现我自己的价值。人生的长度是无法决定的，但是宽度可以。所以我想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变得更加的美好，更加自信，到时候就变得很有自信地站在你面前，接受这枚求婚戒指。无论要多久，我都会等你。其实，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。哎，今天周末啊。你忘了，我报了中央美院进修班，都周末上课的。那我不就没有周末了？那嘟嘟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乖啦。两情若是长久，时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要就是朝朝暮暮，要我陪你去上课吧？这样不好吧？很影响我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听说中央美院的小哥哥们都长得很好看，我要去宣示主权，让他们不要有机会。好了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哎，姐姐，你等等我呀！你准备什么时候变成自信版林寻寻啊？保密。